1979年1月28日，是因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到美国开始为期9天的访问行程。邓飞小平访问美国，目的是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告代求援。当时中国拄和美国正式建交，嘛拄伫在届三中全会当中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邓小平当年的访美行，会使讲是有真重要的指标意义。And we call it the iPad. 2010年1月28日，苹果卖期待真久的苹果 iPad 正式发表。已经过身的执行长贾伯斯亲身主持发表会，透过大荧幕、双 iPad 和观众做伙体验趣味和便利性。A whole web page right in front of you, and you can manipulate with your fingers. It's unbelievably great. 当时 iPad受到各界注目，伫各国上市了，大家拢相争要买。